弟兄早晨，我哋今日咧會睇呢一個撒母耳記下嘅5章1到5節。我哋從另一個角度去睇呢段經文，所思考嘅題目就係關於和平嘅反思。特別我哋會從希伯倫嗰度嘅立約去睇下神所俾當時嘅合一到底係點，或者係另外今日嗰個合一嘅原則又係點樣。我諗當我哋去到諗到關於和平嘅呢一個咁好似即係有時口頭禪話即係生日願望最真係乜嘢啊？就係世界和平咁樣啦。咁但係原來喺而家嘅世界嘅處境嗰度咧，和平越嚟越變得係唔係一個必然嘅一種咁樣嘅常態。即係我哋今日活喺一個比較和平嘅區域，我哋當然就會好容易將呢一個咁珍貴嘅情況，去將佢覺得係理所當然。但係假如我哋去到逆地而處，我哋將自己去到想象自己就係喺呢個烏克蘭，想象自己喺巴勒斯坦，想象自己喺敘利亞，想象自己喺其他動盪嘅地方嘅時候，你會發現和平係一件好珍貴嘅事嚟。所以我哋今日喺而家和平正在逐步瓦解嘅呢一個世界嘅處境入邊嗰度，我哋一齊嚟到去透過呢段經文，俾我哋獲取一啲好重要嘅智慧，以至我哋點樣可以能夠守得住，以至我哋點樣能夠經營好和平呢個咁重要嘅處境，一個咁重要嘅喺我哋生活嘅環境裏邊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嘅質素。我哋一齊做個禱告。因此，我哋將今日去到交託，願意你自己嘅靈喺我哋心裏邊去動工，願意你自己喺呢段嘅經文裏邊親自藉住你嘅靈對我哋說話，讓我哋喺呢段嘅經文中間，透過大衛，透過當時所面對經歷嘅情景，幫助我哋去到有從你而嚟嘅智慧，更深刻咁樣嚟到去明白咩叫做和平，點樣去經營和平，點樣能夠得到和平。多謝你聽我哋嘅禱告，奉耶穌基督嘅聖名，阿門。喺呢一段嘅經文裏邊提到一啲就係關於當時嘅大衛，可以話係將一個嘅本來分裂嘅國家嘅處境裏邊，將佢去到再一次整合翻喺埋一齊。但係係咪真係呢一種嘅即係停止衝突就代表和平呢？就好似呢一張嘅 slide 裏邊講到就係，我哋經常以為和平就係冇衝突，停止衝突，和平就係事情好順利，和平就係大家唔喺度嘈交，咁呢一個叫做和平。但係冇真正去到處理到嗰個背後嘅好多嘅一啲即係隱憂或者冰山下邊嗰一大堆嘅問題，只係表面用咗一啲嘅措施、一啲嘅條約或者一啲大家嘅共識，或者大家喺呢件事裏邊唔再掂，就保持一種表面嘅和平。但係聖經裏邊講嘅 Shalom 和平並唔係咁嘅意思，佢係講到喺神面前嗰種關係被修復。然後群體裏邊能夠有合一，然後能夠有一個嘅秩序嘅建立，呢個係聖經裏邊講到嘅 Shalom。所以從聖經裏邊嘅和平去對比呢個世界，我哋睇嘅和平可以話係更加有深度，更加有一種嘅長久嘅效果。咁所以喺呢段經文裏邊，我哋一路睇嘅時候咧，我哋就會透過呢一段好似係一種純粹事件嘅記載，但係中間裏邊其實俾咗我哋一啲好重要嘅智慧，我哋點樣能夠將和平能夠實現喺我哋嘅生活，實現喺我哋嘅處境，我哋又點樣可以經營到呢一個嘅和平？點樣能夠守護住呢個和平？撒母耳記下嘅5章1到5節，以色列眾支派來到希伯崙見大衛說：我們原是你的骨肉。從前掃羅作我們王的時候，率領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耶和華也曾對你說：你必牧養我的民以色列，作以色列的君。於是以色列的長老都來到希伯崙見大衛王。大衛在希伯崙耶和華面前與他們立約，他們就膏大衛作以色列的王。大衛登基的時候30歲，
在位40年，在希伯倫作猶大王7年0 6個月，在耶路撒冷作以色列和猶大王30年。首先，我哋睇呢段經文嘅時候，我哋發現第一個好重要嘅睇到嘅就係合一係從承認我哋係一體嘅，承認我哋係有關係嘅，甚至好似第一節講到，好似呢一班喺以色列國嘅呢啲嘅代表去到大衛面前，去到提到我們原是你的骨肉，即係話大家係本來就有一份嘅關係喺度。所以你發覺好多時候我哋搞合一，我哋講合一係搞錯咗啲嘢，總係要覺得係你即係究竟邊一個啱，道理喺邊一度，邊個啱邊個錯，然後希望從呢度搞清楚對錯嚟揾合一。但係你發現原來和平中間要達到嗰種嘅合一咧，就並唔係去到先論對錯，反而係先認定身份，即係認定大家係有一種一齊嘅關係入邊嗰度。所以我哋睇到呢度眾支派，即係當時就派咗佢哋一啲領袖代表去到大衛嗰度，然後就表示願意去到跨出一個好重要嘅誠意嘅一步，去面對分裂，而且係尋求可以修復嗰種彼此已經破裂多年嘅關係。特別強調我哋仍然係一個身體，我哋係一家人。所以呢度俾我哋第一個好重要嘅提示：和平。再一次強調，唔係先去到定奪，先去到分清楚究竟你啱定我錯。首先係認定我哋係喺一個嘅共同嘅一個嘅方向，或者大家係一家人，或者一個嘅共同嘅一個嘅群體。我哋唔好喺中間裏邊就首先去論對錯，即係增加大家嗰種嘅分裂同埋撕裂。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第一步。當然去到重點嘅第二個就係，你會發現喺呢一度咧，能夠可以達到和平，能夠可以有合一。你發現有上帝嘅說話去到調教一個嘅領袖，以至佢嘅焦點，以至佢嗰種嘅胸襟同埋氣量，能夠已經係準備好嘅時候，先至能夠可以達到神心意中嘅 Shalom 和平。首先，我哋睇到歷史嘅見證啦，即係當時嘅呢班以色列嘅代表，呢班嘅領袖代表去到大衛嗰度去認定就係話啊，原來大衛就係當時帶領百姓出入嘅。然後大衛亦都係擁有一個好重要嘅素質，特別當佢面對呢個約押嘅問題嘅時候，押尼珥即係用詭計將佢殺死。但係喺過程裏邊，你會發覺大衛為咗達到嗰個和平，並唔係用當時佢嗰種嘅強大嘅武力，亦都唔係用一種嘅詭計同埋陰謀，係光明正大以神嘅原則，係作為一個光明嘅君王嚟到牧養佢嘅百姓，以致喺呢一個咁即係本來可以為大衛嗰個皇權嘅認受性，係帶嚟更深嘅百姓對佢嘅芥蒂，以致更難達到合一嘅一種咁樣嘅處境，係因為大衛作為一個領袖被神去調教嘅呢個屬靈嘅素質，化危為機。而當然更重要嘅就係所謂神嘅說話去到調教準確一個嘅領袖可以成為一個嘅君王，達到嗰個和平目的，係有神嘅應許，就係正正喺大衛嘅身上，上帝非常嘅清楚佢嘅命定同埋佢嘅呼召喺大衛身上就係作以色列嘅君王。所以當呢一啲嘅即係各方面都配合嘅時候，你會發現特別神嘅話語去到調教，去到預備好一個嘅領袖嘅時候，真正長久嘅和平嘅處境先能夠達到。所以可以想象用呢一個嘅標準，用呢個咁樣嘅角度去睇翻而家呢個世界嘅一啲國家嘅領袖，你就會知道，你就會知道究竟呢個國家或者佢對周圍國家能唔能夠達到嗰個真正長久嘅和平。所以喺呢一個嘅大衛嘅身上，正正曠野當佢被流放，當佢逃亡嘅日子，係塑造佢成為一個嘅君王，而且唔係就係單純一種就係擁有權力任意妄為嘅一種咁樣嘅君王，係塑造佢成為一個有牧者心腸嘅君王。正正我哋今日喺職場裏邊經常去講到，
做領導嘅經常都會去到運用權力，甚至係過度運用權力。更加離譜嘅就係濫用權力嚟到去對待所跟隨佢嘅下屬。所以喺職場裏邊，到一段嘅時間喺聖經嗰種嘅原則嘅啟發下邊，職場出現咗另外一種嘅領導風格，叫做叫做僕人領導啊，好似一個嘅僕人一樣，將基督嗰種嘅即係雖然佢擁有至高嘅權力，但係佢能夠用一種嘅僕人嘅態度同埋一種嘅咁樣謙卑嚟到去到帶領，以榜樣嚟帶領佢下邊嘅人。所以正正喺呢度都係一個相近嘅一種嘅觀念。喺呢度大衛作王，並唔係用一種嘅權力，並唔係佢嘅位置，就覺得呢個權力可以任佢去到任意妄為咁嘅運用。相反，佢係一個有牧者心腸嘅君王。所以喺呢一個大衛嘅預備之路，顯出咗啲乜嘢咧？顯出咗喺有神嘅保守，特別喺掃羅多年被追殺嘅時候，佢仍然能夠去到存活啦。而且嘅過程裏邊，你會發現佢經歷好多嘅限制，佢嘅品格同埋即係佢對即係個品格，特別喺佢嗰啲好困難嘅處境裏邊、逃亡嘅環境裏邊，佢冇法子再靠自己嘅時候，佢緊緊嘅喺差唔多喺凡事上都去到倚靠上帝、求問上帝。呢一個嘅倚靠就喺呢個過程中間被練就。然後喺個過程中間裏邊，特別佢好多嘅人喺佢身邊嘅周圍去跟隨佢，都係嗰啲可以話係充滿各種唔同嘅軟弱嘅人、困難嘅人、社會邊緣嘅人。所以，但係喺個過程裏邊，佢學識即係佢唔係用一種嘅位高權重去到帶領呢一班跟隨佢嘅人，亦都喺呢邊呢啲嘅軟弱嘅人身上，當然佢有佢嘅強項啦。但係大衛佢能夠用一種嘅牧養，一種嘅即係一種嘅同齊上齊落。特別如果大家仲記得大衛好即係逃亡嘅時候，好想念、好掛念呢一個嘅故鄉嘅水，所以下邊嘅人聽到嘅時候，就去到佢嘅即係冒住生命危險，翻去大衛所在嘅地方，將嗰啲水打翻去俾大衛飲。大衛當住佢哋面前做咗個舉動，唔係飲落去。喺而家嘅好多嘅領袖就會覺得呢個理所當然咧，我下屬應該為我賣命。但係大衛所做嘅係顛覆咗，可以話係而家嘅作為領袖嗰種嘅即係唯我獨尊，理所當然嘅呢一種嘅領袖擁有領袖權力嘅呢一種咁樣嘅人嘅態度。大衛相反嘅就係當佢見到佢嘅下屬連條命都唔顧，將呢啲水古坑嘅水帶翻俾大衛飲嘅時候，佢話佢挑戰喺前邊，佢話呢就好似你哋嘅血一樣，我點可以嚟到去飲呢？呢個就係大衛嗰個牧羊嗰種嘅愛佢嘅羊，愛佢帶領嘅人嗰種嘅榜樣。而當然好明顯嘅，大衛經歷上帝帶領佢喺佢流亡過程裏邊，一步一步作王過程裏邊嘅帶領、指引，然後肯定。然後賜俾佢得勝，所以大衛睇得見，大衛跟隨佢嘅人同埋百姓都睇得見，神係與佢同在。所以呢一度我哋睇到，作為君王，大衛唔係今日嗰啲世俗嗰種嘅好多問題嘅君王嗰種嘅帶領方法。大衛係以一個牧者嘅心腸作為君王，係因為神用咗各樣嘅試煉預備咗大衛，唔係為咗毀滅佢，為咗塑造佢，亦都可以咁樣講。一個能夠可以帶嚟長久、安穩、和平、合一嘅一個嘅領袖，係必須要經過試煉。更重要嘅就係呢啲試煉中間裏邊係有神同在，被神去塑造。然後你會發現和平啊，即係如果冇神嘅說話，不過係短暫嘅妥協。所以呢一度重點第二個關於嘅應用咧，就係群體唔應該去問邊一個最強啊。關於領袖，總係人希望即係一種嘅錯覺，就係最強嘅、最高大嘅最好。其實正正就喺掃羅作為以色列嘅第一代嘅君主嘅時候，已經證明咗當時喺人眼中最強嘅掃羅，結果佢嘅作王嘅過程裏邊，印證佢係一個非常之差嘅一個嘅君王。所以重點要問嘅，帶嚟真正和平嘅係邊一個更願意按神嘅心意去到牧養，或者按神嘅心意、按神嘅原則、按神嘅真理，或者佢嘅普遍一種嘅喺聖經裏邊嗰種作領袖嘅指引嚟到去牧養，去到帶領，
去到領導。如果冇神嘅說話作為嗰個和平嘅嗰個標準嘅話，你發現呢一種嘅和平不過係短暫嘅一種嘅表面嘅一種嘅煙幕，唔係一種實質能夠長久維持嘅一種嘅狀態。所以真正嘅合一係應該建立喺順服神嘅話語之上，包括君王，包括領袖。當咁樣嘅思維帶領嘅時候，你會發現先至能夠作出一個最準確嘅維持和平嘅各種嘅判斷。所以無論喺家庭、喺教會、職場，我哋有冇用神嘅關係、用神嘅話語作為一種嘅關係修復嘅嗰個標準呢？去到第三個重點，關於立約。和平係必須要有立約嘅精神，特別喺神面前嘅立約。但係為咗希伯倫耶和華面前與他們立約，呢度有包括長老，唔係嗰啲群情洶湧嘅群眾，係有代表性同埋有能夠負責任嘅代表。而且喺上帝嘅面前，呢個同我哋今日所睇到嗰啲所謂嘅國與國之間嘅和約係好唔同嘅。嗰啲嘅和約經常包含住一種嘅強國中間嗰種嘅一面倒，嗰啲嘅和約係傾到去到對佢哋有利。但係呢度大衛去到為到和平帶嚟嘅合一所展現出嚟嗰種嘅立約嘅精神同埋立約嘅嗰個嘅情況，係喺耶和華嘅面前，唔係一種互相嘅利用，係一齊係服喺神嘅主權嘅下邊。所以立約係包括咗承諾、責任、界線、關係修復嘅路徑。我哋經常聖經裏邊講到嘅 covenant，即係或者喺神學裏邊講到嘅 covenant theology，聖約神學，正正唔係一種叫做表面嘅人間嘅契約，嗰種相對嘅，嗰種唔穩定嘅，嗰種隨時係嗰啲條約嗰啲嘅約係傾到，即係利益係傾到喺強者嗰邊。呢度特別講嘅立約喺上帝嘅面前，喺神嘅法則係有一種嘅彼此嘅承諾，有一種互相嘅責任，亦都有清楚嘅界線，更加係有一種嘅關係嘅修復。所以呢個係第三嘅重點，要能夠達到呢個長久和平，係需要喺神面前嘅立約。所以真正嘅和好係需要一種嘅具體嘅承諾嘅，唔係一種就係憑感覺，唔係一種嘅口頭講完就算，即係即係唔係提都唔提嘅，而係乜嘢喺主嘅面前係講清楚，一齊去進行。所以變咗成個嘅合一或者即係呢種嘅和平啊，係有一種嘅大家信守嘅一種嘅白紙黑字嘅條約。係超越咗一種嘅感受，嗰種 feeling 方面嗰種虛無縹緲，係有理性清楚嘅交代，都有意志。當你簽字嘅時候，係有意志嘅承諾喺入邊嗰度。具體嘅落實點樣去傾，點樣處理分歧，包括點樣去彼此守望，都係喺呢啲具體嘅承諾呢個約嘅入邊嗰度。所以特別翻返去教會嘅合一，更加需要有一個具體嘅承諾，彼此願意去到守住，去到負責，然後將佢變成一個嘅實踐，好重要嘅一個嘅提醒。所以關係修復嘅入邊，關於和平，我哋經常去到處理關係修復嘅問題，我哋係咪願意喺神嘅面前係作出具體嘅承諾，定係話口頭嘅和好咧？所以呢個亦都係我哋今日點解啲人覺得，好多人覺得即係而家睇到好多嘅婚姻啊、感情啊，即係講到好浪漫咁樣。我哋結唔結婚唔係一個問題，只要大家有愛咪得咯。但係問題原來關於愛，關於種長久嘅關係嗰種嘅和好，嗰種嘅合一，並唔係憑住一種嘅一時三刻唔能夠長久嘅感覺可以維持，係必須要有感覺，亦都有一種嘅理性清楚，更加係有一種嘅意志嘅承諾喺入邊，先至能夠達到嗰種嘅和好。如果唔係嗰種嘅和好，不過係口講喺度算嘅時候，之後好多人可能會覺得啊，講 I love you 呢一啲嘅説話好似好浪漫啊，但係原來好多時候越容易講 I love you 嘅人啊，我唔係話全部啊，越多數好容易講 I love you，好容易講呢啲愛嘅表面嘅口頭嘅
説話嘅人咧，通常都好難守住嗰個承諾，或者太過覺得，我哋有愛咪得，唔需要有咩嘅呢啲婚姻嘅嗰種咁即係咁捆綁我哋嘅，即係呢啲咁樣嘅條文喺度。你發覺呢個唔係捆綁，呢個對大家嘅長遠關係嘅一個好重要嘅 guardrail，一個嘅保護。亦都喺大家當感覺有時會起起跌跌嘅時候，呢一個誓約就成為咗好重要，大家喺神面前嗰種意志嘅嗰種嘅宣告，亦都係等於係有上帝喺呢個嘅盟約嘅中間裏邊成為我哋嘅守護嘅意思。當你即係喺關係裏邊，總係有啲時刻，大家係無能為力，或者覺得好冇力量去守護大家嘅關係嘅時候，當大家喺一啲嘅分歧、睇法、意見唔同嘅時候，好難去到傾到嗰啲合一嘅時候，大家記得原來起初嗰個嘅 covenant 係有上帝嘅印記喺度，而上帝去帶領得嘅時候，佢一定會成全到底。就好似大衛，縱然佢走過好多好 rough 嘅道路，好唔容易行過嘅道路，因為有上帝佢俾佢作王嘅呢個印記、呢個承諾、呢個對佢嘅委派，就好似婚姻，只要兩個人喺埋一齊，神所配合嘅人。唔好將佢分開，因為神總係有恩典可以俾人度過喺婚姻中嘅各種嘅困難。第四個重點，你會發現關於和平唔係只係一種嘅一時三刻嘅嗰種嘅即興嘅一種嘅決定，原來和平亦係需要一種嘅長久，係需要有時間去經營嘅治理，係一個工程嚟嘅。特別我哋睇到大衛登基30歲。喺之前流放喺曠野一段唔短嘅時間，作王40年喺位，希伯倫作王7年6個月，然後喺耶路撒冷作王33年，足足係40年半嘅時間。呢個俾我哋睇到嘅呢個咁長久嘅和平嘅日子，呢個合一並唔係一夜之間去形成，有包括大衛被塑造去擁有呢種和平之子嘅和平君王嘅素質。然後和平都唔係一種被加冕嘅一個儀式就完成啊，就好似有咗喺上帝面前嗰種嘅立約，或者喺婚姻或者其他一啲嘅契約精神面前喺神面前嗰種嘅盟誓，唔係就係停喺呢一度，係有神嘅工作，係將呢一個嘅 covenant 呢一個嘅約和平合一嘅契約，能夠逐步去到靠神俾嘅各樣嘅智慧真理同埋佢同在嘅力量。去到逐步將分裂帶去整合嗰度，將大家嘅分歧引向合一嗰度，呢個係相當重要。所以我哋唔好忘記，即係合一係需要時間去經營，所以都可以咁樣講。要破壞好容易嘅，但係你要將佢建立係好難，所以更加我哋要諗清楚。當我哋做一啲嘅事，係好容易將多年建立嘅和平去將佢摧毀嘅時候，我哋就好小心應唔應該做嗰啲嘢，特別喺我哋憤怒嘅時候，應唔應該講出心裏邊嗰種好被情緒主導嗰啲嘅發脾氣嘅說話？好多時候嗰啲說話出咗口就翻唔到轉頭，關係就破裂。好多時候喺個個之間裏邊，唔係隨便可以去到攻打，或者係用一啲嘅策略去挑撥一個嘅地區中間嗰種嘅即係衝突，或者喺一個社會裏邊，好容易喺個和平嘅環境裏邊，因為一啲嘅彼此唔去到做一種嘅努力，唔去做克制，總係用最快、用最爆嘅說話出嚟嘅時候，就好容易帶嚟嗰種嘅本來得來不易嘅嗰種嘅和平嘅狀況，就蕩然無存。所以你會發現，正正係因為和平係咁難得可以擁有，人喺和平、百姓喺和平中間裏邊先能夠安穩過日子。總係冇和平嘅時候，你發覺喺戰爭、喺衝突中間裏邊係人心惶惶，每日都係活喺一種嘅不確定裏邊，因為幾難受。所以更加從大衛呢度睇到，原來去到建立和平係需要咁即係有時間嗰種嘅成本，有呢個治理嘅工程嘅時候，有彼此嘅付出嘅時候，更加唔應該將佢去到刻意嘅去破壞。所以希伯倫大衛呢一度作王，同當時以色列嘅長老去會面，呢個故事俾我哋睇見，第一，和平係從身份嘅認同開始，包括強調我哋係骨肉嚟嘅，而和平係由神嘅說話去到定方向，所以你必牧養我嘅民。點樣牧養？係用神真理嘅原則、啟示嘅法則，嗰種生命嘅智慧。而和平係靠神
喺神嘅面前用立約嚟到去維持。所以呢度經文裏邊都提到喺耶和華面前嘅立約，正正就係提醒我哋一種嘅和平，一種嘅合一，呢份嘅關係唔係淨係建立喺一種嘅口頭，一種嘅講完就算，亦都唔係一種嘅純粹一種感覺，當時覺得美好就喺埋一齊，係包含有一種嘅意志，有一種嘅理性嘅精神，所以能夠有幾種唔同嘅重要嘅支柱去支撐住呢個契約嘅時候，就能夠令到和平合一，能夠可以加以更長嘅能夠維持落去。而和平係需要時間同埋去到持續嘅治理嘅。正正大衛作王喺希伯倫7年0.6個月，喺即係兩邊嘅即係同埋呢個猶大同埋以色列一齊作王係33年。呢度俾我哋睇到嘅嗰段時間嘅和平係包括咗好多嘅經營、治理、調整同埋一個團隊彼此去到一齊努力去經營，先能夠達到。所以弟兄姊妹，從希伯倫到今日，上帝對我哋仍然有一份合一嘅呼召，俾我哋睇到嗰種嘅和平。從聖經裏邊再一次去更新，從 Salam 話俾我哋知道，上帝嘅和平係有更深刻嘅意義，唔係一種表面嘅，唔係一種嘅一時三刻嘅，更加唔係一種嘅就係單方面嘅，係一個回到神嘅說話，喺主嘅面前作出承諾，而且係一齊去到付出，用時間去修復，走向合一嘅道路。所以求主幫助我哋去運用呢一段嘅經文，俾我哋嘅智慧喺我哋嘅家庭、教會、職場，唔係就係追求一種表面安靜嘅平和，係能夠達到真正喺主裏邊喺呢個破碎嘅世界，成為和平之子，見證神賜俾我哋真正嘅合一，享受真正合一裏邊嗰種嘅長久心裏面嘅平安。所以關於和平嘅反思，今日用一句好重要嘅經文嚟到去總結我哋今日嘅分享：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神嘅兒子。願上帝嘅平安同埋合一喺我哋每一個人唔同嘅處境裏邊都能夠去到實現出嚟。我哋一齊做個禱告。天父，願你自己嘅恩典繼續去到與每一個嘅今日聽到呢邊度嘅弟兄姊妹同在，俾我哋就算我哋所做嘅好微小，但係我哋知道每一個微小嘅動作喺你面前，按住你嘅心意，以你嘅真理去做嘅時候，就好似一粒信心嘅芥菜種，好似表面上好渺小，好似表面上係微不足道，但係當呢啲順從你，按住你心意去到經營和平、經營合一、修補關係，能夠彰顯你和平之子嘅呢個見證嘅呢啲小嘅舉動，願意我哋去到實踐嘅時候，我哋願意將佢去到落實嘅時候，我哋願意去到靠住你去維持嘅時候，我哋能夠見到你好似喺芥菜種嘅比喻一樣，有一日都能夠產生我哋超乎我哋想象嘅果效出嚟。我哋有一日，只要我哋每一個人都能夠盡力去到喺我哋自己崗位裏邊去實踐呢種嘅和平之子嘅角色嘅時候，我哋相信你賜俾我哋嘅平安，你賜俾我哋嘅和平唔係短暫，而係長久。多謝你，願你嘅聖靈喺我哋呢段嘅分享時間停止之後，與每一位聽到呢一篇信息嘅弟兄姊妹同在，成為我哋嘅力量。奉耶穌基督嘅聖名，阿門。好，弟兄姊妹，我哋今日嘅信息到呢一度，上帝祝福大家。